你回家。米來自豐足嘅綠感，聽令愛向下旅行。擘開目珠，打開耳孔，用鼻孔撒麻身體留心，自由感受米嘅人事物。花蓮人用青豆嘅石頭來打扮了個皮膚，色彩呢，和其他建築材料比較起來，特別有一種穩重穩固嘅感覺。就像啲花蓮看到嘅泰山泰海，經過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佢還係點點起到了。嗨，Misa，好久不见，看到很兴奋。怎么会有时间来花莲？最近就是工作之余就旅行啊，这样子哈，出来看看哎。是。那来到花莲有没有看到什么？除了好山好水，有没有看到好多好石头？来的路上啊，看到洞多天奶风，就路神人行道啊，都在看到这种泰里沙、大理石的铺面，还有建筑物的立面，也可以看到好多石头哦。嘉义市爱上爱抢高，做花莲有暗多石头呢。因为花莲哈是在中央山脉的东方嘛，那中央山脉刚好是我们的这个菲律宾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哈，他们这个地壳运动的时候挤压出来的。那强烈的力道呢，在花莲这个位置呢，就产生了很多很珍贵的石头，像玄武岩呐、花岗岩呐，还有大理石，对，还有蛇纹石，还有跟蛇纹石在一起并生的一些。特別愛啲好舊嘅時節，頭嘅係建築，故所一切到了下愛對石頭作為一種生活地都看得到嘅東西，大體都係客家希望嘅時節用到嘅材料啊，也係講大教堂做得看到嘅東西，佢係藍嘅，故所嗰種愛嘅想象就會講幾老年，還有一啲啲嘅距離。一切都感覺講，石頭呢個材料一樣唔係留喺呢輕點權。你好，你好，这边是在做什么？切割这个食材，对啊。本来是一个直线的嘛，对不对？切这个啊，这个切下来，这个就没用了啦。哦，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主要的，照图面
哦，这产品就对了。所以这个尺寸完全是对，就是定做的，就哦照现场的尺寸来的。大哥，我可以拿看吗？啊，就这个。我们最主要是把它切割下来。这个东西有很多人去运用，可能去把它打碎，因为你这样的形状、这个样子是不可能符合那个建筑物人家所需要啊。你打碎之后，可能可以去再做成一个大，比如面积比较大的，然后再去使用这样的意思，就这个意思。早期的话，因为只有我们国内的食材可以运用，当时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环保意识啊，或者是政府在限制什么的，所以当时就是还是以国内的食材为主。你伫做纱具，你迄个着你遐新做的东西啦。多少两片一张，有点像花朵，两片一张造型。嘿，对，两个造型，啊，给你遐伫个磨，两个就切出来，要安尼杵。这个里面的角，对，这个角，啊，你磨好的，你还按照杵修。再给它杵的东西来磨到幼幼。加筋膜的个啊，加洗来你个磨，给它磨幼，命俩，这就会筋膜好的。哇，咕溜的。嘿，对啊，然后它就是，然后这边就要水磨，就是水，它必须加水下去，它才会可以把那个粗的把它洗掉。现在较中意去做纱条啊，看起来较自然，然后又较假，然后纹路拢无空用。塑胶的东西不环保，然后你看起来的东西就是死的在那边。可是石头呢，你看起来就是很有质感，它有一种食材的美感。阿曼静，蛮好嘞，蛮好哎，有啊，还得要做雨鞋呢吼。做得来上班嘞，啊，做得，很快就开始上班好啊。来这样体验。好，拿黑。我们要用这个水砂纸。水砂纸，对，很多水砂纸。要青豆烘嘛，要60、100、180、400、800、1000、2000。哦。迄磨到俩风就紧的，2000。一张，拿一张。好。一撒一张，好吗？那搞俩60的。好。60的先，这个60的，然后你就俩水俩风，按你杵。要动用力嘛？哎呀，要用力哦，无用力唔会紧呢。你要轻用力，安尼紧磨，啊，然后你要水迄来背洗脱，你要磨会有粉的。会有粉嘿，你水带下就让你洗脱。对，安尼洗。哎，那个按这孔要怎么磨？还是可以伸进去磨？对啊，树枝最容易啊。有啊，洗磨的树枝还有着呢。对，你看下就拢洗磨伫咧做，那树枝就安尼顺落去啊！较用力掉啊，你无拉油嘛，无拉你唔会紧吗？哦，对啊，所以都要很用力。看看快有紧吗？你刚刚挪多树全部都是清新的，然后有问阿姨看安尼做得吗？阿姨，是不是这个？可以吗？可以啊，我当然。阿姨，你都没有摸一下、检查一下，你要叫我再练20年呢？再练20年？可以啊，做得很好啊。谢谢阿姨，你在这边多久了？我这边做也10几年、20年了。哇，那阿姨，你刚开始接触大理石的时候，你是做什么？我是做切割的了。哦。不是磨这个，是最近才有磨这个。那阿姨，你摸石头摸这么久，都40年了，你有没有对石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磨不是只有磨这个，还要磨别的，像门槛啊，还是那个门槛，那个楼梯框啊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就尽量磨好一点。哪一天我们去看那个大楼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磨的话，很有成就感。过去签名。哎呀。职人对自家做为事一种尊敬，从心肝底度去推骗人上，去推使用者来想讲哦，今日掠
瓷砖、俩的地砖，这个东西要是放在我家，我希望佢係用版型嘅。嗰時候嗰種職人對自己、對自家做嘅事嗰種尊敬、嗰種用心，幫佢出到哇，真感動。你有比较喜欢哪一个吗？这个跟印象中对那种建材的石头的印象对，完全不一样。它好像真的走入生活了。没错，我就是要把它带入我们的生活。像这种做这种扁的造型的，这个是杯垫。对，这个是杯垫，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隔热垫，拿来放，因为我的面积做的比较大，可以拿来放锅子或者是茶壶，对，都是很适用的。这个色泽很特别，它是我们花莲的蛇纹石，对，就是我们台湾唯二的其中一个石材。唯二就是蛇纹石跟大理石。整个台湾只有2种石头，就是蛇纹石，然后另外一种和平白，白色的。和平白，这个是吗？这个不是，我们的白都没有用花莲的。OK， 因为现在已经对。我往这边看。好。我深沉一张印象就会佢邊藝術嘅介紹嘅新嘅文化創作嘅作品嘅時節啦，佢人係講到講，一隻畢業佢唔係用泰利沙，雖然安尼工廠係做泰利沙嘅，但係佢雖然係用飛嘅做嘅，但係藝留泰利沙嘅嗰種花紋路，我問佢講做嘛，按堅持一定要有泰利沙那種花紋裡面當咯，佢講。因為咧就係我家族嘅事業吧，對佢來講，咧就係佢家族嘅記憶。石頭咧隻東西佢係人嘅，但係班長司機，從佢阿公到佢爸爸到咧下工廠搞到佢疏烘，班長司機咧隻家族嘅記憶係有溫度嘅，係有時間嘅一隻盤。呢種東西就會注入溫度，注入生命。一批了隻動人嘅一種材料地度，故說了隻人嘅石頭了隻材料，佢就有什麼樣嘅，佢就有溫度咧。你好，按摩汉，你在做嘛嘅？我在刻石头。对啊。你还嘛嘅？白大理石，其实我们做雕刻来说，白大理石的质地比较细腻，然后它很白啊，这算早期的花莲的白大理石，所以是不错的材料。那现在这个作品，你还俩的拿来做嘛嘅？因为我有设计作品是这一件。这件是我的模型哦，然后变成这是我先用有草稿画完之后，这就是泥塑，塑完这是我的模型。我的模型要比例放大之后到我的石头上面去。哦，我聊天有看到你发现呢，就会亮到这个线条。对，正常石头的东西就是你刻掉之后它就是没有了，可是像泥塑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增加，石头东西是一直减少，是减法。对，所以变成你在刻它的时候，其实要非常的仔细。不然它就是会切错了就没有了，所以变成我的做法就是会先用一个模型，一个然后小模型，确定它之后，然后再转做为石雕，等比例把它放大。对，跟安尼一张作品差不多，像安尼一张 size， 然后做几久？这个大概2个礼拜左右。2个礼拜，安尼算一件？普通。普通诶。对。你刚刚用的两张。这台机器，你这个切是做初步的，对，这是初步的把它的形抓出来。因为石头是减法，它会一直消掉，
然后变成它其实它是一个很极限的东西。当你削过头了的东西，削多的东西就会变形，所以变成你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它是很些微一点点在微调。其实它算是一种蛮细致、很精密、精密度还蛮高的东西，那种线条。对啊，就变成你在挑战那个东西。中胚下来会就是这样子。用这么大只的机器就可以雕到这么细腻，之后再用4英寸的机器，再去打磨它，就是把它修，把它的作品修到定位。然后其实它很多细腻的部分，其实就是之后的处理会很长啊，因为你从粗胚到中胚其实很快，可能你粗胚到细胚，可能你花了1个礼拜，你光打磨也是1个礼拜，这是大理石。可是如果花岗石更硬的话，你的打磨可能会超过2倍的时间。对，可能会做到就是光打磨就2个礼拜。当接触到佢嘅時節啦，會出到講哦，呢隻藝術家嘅個性可能仲搞怪，可能冇按好把權。但係聽聽佢行檢佢嘅創作嘅世界以後，我發現到佢啲嘅他創作嘅世界，佢係完全投入。佢係同快樂啲嘅自家嘅創作，佢講佢創作係差唔多20萬年嘅嘛，就係20年嘅過程，佢一直喺搞石頭、打石頭。雖然我看過咁多嘅石雕嘅藝術作品啊，但係我冇按點去挖掘一隻石雕創作者。可是我感覺這些線條好柔軟哦，對啊，幾乎是柔弱無骨。對，這是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呈現？還是說你在石頭裡面感受到什麼？可能就这个石头的材料是很坚硬的，然后我想把它发挥出来，另外一种特色就是柔软，所以我会选比较白的石头，所以柔软会比较更好发挥。如果今天它是黑色的石头，那我做出这个造型，其实它感觉并不会那么柔软，因为现在这样子冲突感会比较明显。哦，因为它明明是石头，可是它又可以做到柔软。其实我刚刚在做这里，它的弧度，其实就是一点点的稍微的差距。它柔软不柔软，就是差在一点点的微调，所以在微调上面都其实花的时间会很长，比较细腻。你真是係第一擺按霸權一隻大石頭嘅一隻藝術創作者，我看到佢嘅全然的投入、全心，就會專注啲佢嘅作品底度。啲我哋外行人眼中看起來啊，材料一絲絲嘅冇強樣。但係佢就會啲啲冇強樣底度，生出真是冇強樣嘅路線，生出真是冇強樣嘅法律。因為它有一個鳥喙的地方，就畫一個三角形下來。等你講三角形，加個嘴。對，看你自己喜歡它長什麼樣子，就畫什麼樣子。好。接下來就做這塊資料。畫好了哈。確定。它是圓弧的，所以你稍微用刮的，不要刮超過這個線，然後你慢慢往下刮一個弧度出來，你試看看。哦，好。基本上就是你要去處理它切割打磨，這是基本的技巧。然後你能不能處理到讓它非常的完美完整，它的張力出來。然後有些人的美感是天生的，那個沒有辦法。像曾經我一個作品，其實一個長柱體，我只有扭轉而已，扭轉了1次、2次、3次，就是很簡單。然後小朋友問我，他說：“叔叔你怎麼做糖果？”我說：“對啊，你喜歡嗎？”他說：“這個應該很好吃。”其實很多東西不需要做到很複雜，然後讓你複雜到讓人家看不懂，沒有意義。這尊就是我刻的八公，這個材料其實我特別有挑，這是印度朱砂岩，它是有點像粉紅色，所以你看起來它會比較溫暖。其實這一件是我自己的作品裡面算是一個挑戰，是因為石頭它有它的節裡面它的紋路，它這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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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深也不對，太淺也不對。所以就變成這些，其實這個打法其實不太容易啊。所以這個做法跟這件做法其實又不一樣，這個就完全就是磨，所以它看起來就是很簡單。國外的藝術家在講，就是做石雕，他說跟石雕在談戀愛，然後我覺得不對吧，反正它有裂，我就是把它肢解開來，肢解開來到後面，其實就慢慢，到後面才是真的談戀愛，是到最後面的時候在打磨的時候。所以我覺得石雕是一種蠻好玩的職業，因為開始你要先破壞它，
破坏才有建设嘛。其實頭擺哦來花蓮旅行嘅時節，就睇到花蓮有動到那種玫瑰沙，有人中意，有人夾意就會收集。呀，嘛，迄算來店啦，也算是一個展示空間了有啦。不管有人買冇人買，睇卡通嘛分樣的呀。玫瑰沙吼，佢唔係講縫裝都玫瑰沙，像佢也拍啊也通常們係玫瑰石。佢個玫瑰石是一種嘅總稱啦，礦物學學名很多個薔薇灰石。到石頭人都看到有嘅玫瑰花嘅顏色有冇？睇下搞起嚟啊歡喜。泰國人看到了壁畫啊，按都很像那一種畫廊的一幅畫，按那平面，呀係石頭嘛。哦，呀係啊，你看到啊，通常石頭吼，個通常係個石頭去切薄片吼，給拋光後了，噴漆以後，我們要去取景哈，把那個我們要的那個意境把它取下來。這個過程好神秘，用嚟做的是看哪麼？哦，可以，你來隻石頭來看。好啊。來切看啊。好。不過石頭切開來吼，冇一定有東西啦。冇一定有東西。唔係特質都蠻有哦。我個記憶蠻低的。幹呢？吃看哪？哦。我看看我手氣好不好？好，走，這邊。好，來看我們這邊我們的岩石。就是還沒有切的，就是這種的，所有的石頭吼還沒有切之前，你都不知道切開來裡面是什麼東西，這個就是所謂的賭石啦。你有看到一點的色？好，那給點嘞，Kimmy就用這一顆來試手氣。哦。這個石頭要切的時候，很重要，就是要看它的石紋哈，還有看它的那個紋路走向，就是像這樣，它有裂痕的哦，產生樹的那個意境出來。你如果切不對的話，這石頭大概就報銷了。先把石頭固定起來。你看到它的外表，它有可能溫潤的光澤，同講嘅色，但呢，我給你清精細原來石頭打開來，底部有風景，底部有另外一個世界。看吧，看到的樹多漂亮，你看。用慢工好搞了，一隻石頭，伊掹切的時間，因為地部上用半年，打開那個時間吼，個用來放魚吼，對，冇法度講的。所以這邊整個就是我們做石化的工作室。對。所以像剛剛那樣子切好的石頭拿進來，對，然後它是一片一片的狀態，就會接着大嫂手上這個工作。對。這一片石頭，這個是水墨石。你看它要取整個大的話，它也可以，它好像有一個天池在那邊哦，這個好像有一個天池在那裡。那如果說我要把它取成小塊的，就會很多塊的話，你看哦，它可以取成小品的話，看它這個小品也非常漂亮，也是很漂亮。你看它每一個角度做出來，每一個角度都會不一樣。那大嫂，你有沒有取景取到很頭痛過？哎呦，不知道要怎麼比。對，因為它裡面啊，它裡面的那個景啊，有時候會很雜亂的時候，可是感覺又有它裡面有景，可是我一下子沒有辦法悟出它裡面的那個景，那我就會，怎麼講，放着，交給時間。對，有時候呢，時間。
一看，哎，它的画面就在那边。我们刚刚在外面也切了我选的石头，所以大嫂来教我怎么取景，或者是说，哎，我们怎么看？我的感觉是，这里是好像有一条那个桥，就直接到这个对岸这边，我就把它看成这个是一条桥。塔子的话，你看它的画面就整个就开阔哦，整个就开阔的。它全部进来的话，那如果说这个石头它整个的去做台座的话，也很 OK 的。这就每一个人在玩，就他的喜好。那如果有这种选择的话，矮车洞矮俩的，它就是一个野性的非洲，有没有？很像一个胖版的非洲，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强烈的性格。那我也会觉得这一块我想要保留它原来这整个轮廓。那也 OK 啊。嘿，我就不要用一个框把它框起来了。一般我都会跟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客人说 OK 的。你要怎么看都 OK 的。对，它是个石头的那个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这样。只要你很喜欢，你看了你会心里很高兴的话，那个东西都是美的。所以它就是好相处。对啊。其实矮车洞人嘅审美啊，就講咧係一種因人而異嘅東西啦。車泰國啊，也係講泰數啊，也係愛看。用一張石頭，用一張面。雖然講愛先嘅張愛，我今天叫它我的非洲啦，那個非洲哦，佢大部分就會糊，但係佢嘅糊是有深淺的，因為愛他中意看抽象畫，嗰時候我會去看它的色彩的比例，佢可能不符合大部分的審美觀，但係對我來講，愛看到佢就會一張完整的自己的世界。從我没有玩石头到现在来讲，这个对画啦、对艺术的东西、对美的东西那种灵敏度，那真的是差太多了。当然，这个对一个人美学的提升哈，当然是会绝对有帮助的。哇，很梦幻哈，规则。宇宙的感觉。也都因为个出风个条河坝吼，很多枝桠干溪。枝桠干溪，这片章有按那个石头。二子山温泉，就是二子山温泉个条河坝，章有按有石做。刚他满关佛的时间就看到开始有一些光透出来，但是关佛这样子全暗的情况下看到的那个质感又完全不一样，一种有水，又像云，然后明明石头是不会动的东西，可是它好像流水的那个动感哈，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奇妙。从一代用来希望的石头到宽奖的东西，宽奖的使用的角度来看，它可能冇嘛个路用。但是呢，法脸度后，因为这个地形，因为它的地利真的是天时地利，给有暗浆暗丰富的石头。我说两种丰富的东西，你会去看到它的世界，就会好像呼应搭上有搭上自家的个性。我说这么有人。中意两种，有人中意几种咯。我想就像打开一粒石头的世界，每一个人看到的角度不一样，每一个人诠释的方式都会不一样。Hello， 你好。我打开门的时间，第一个感受到五感啦，第一个想过来的听觉，第一个听到铜铃的声音，叮叮的声。接下来呢，他们去第一步，闻到气味。这种米是东南形容，就会有西巴的像古董店，有时间的米汤，有西巴的像老嘅树嘅米汤，
都难讲。但係探入去以後呢，目睭擘開來看到，哇，琳琅滿目，一種有東方嘅東西，有西方嘅東西，跟一種係規則地球、規則世界縮影在那麼小的一個店面裡頭。這個是這是中南美的傳統的樂器，它是馬的下顎。它有2種玩法，一種是刮它的牙齒，用那個木棒把它刮出聲音。那另外一種比較特殊是，因為它這個牙齒是有點鬆脫的，所以在它還是可以用拍打，對，然後發出震動的聲音。哇！對，你剛第一個那個聲音是怎麼發出來的？就是很像齒輪在轉的，咔啦啦那種聲音。你說這個？對。哇！它是靠它牙齒震動，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敲擊樂器。沒錯。我可以拿來看嗎？當然。所以這個東西是哪裡來的？這是我爸媽從那個巴拿馬帶回來的。巴拿馬。其實我一直很喜歡藝術跟分享生活。那我覺得藝術對於很多人來講，可能是一個很遙遠或是一個很抽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說，這個空間其實我一直希望以藝術推廣為主。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因為我看到你兩邊嘅東西啊，有按到東方嘅也有，西方嘅也有。對你來講啊，熟悉這條東西，一種係一種，是不是好像自己一路走過的軌跡的？應該這麼說，是說，因為自己出生在巴拿馬，那因為父親工作關係，所以在搬移的過程當中，然後再來是，每個階段學習的東西不太一樣。那我自己也喜歡西方古典東西，然後台灣民藝的東西，然後東方風格的東西，我試着用這些物件，好像在試圖找尋我自己，身份這個角色到底是什麼。我一般都會跟客人講說，我從這個布來開始說，它其實是我出生地巴拿馬他們傳統原住民的織布叫 Mola。對 ，Mola 的意思是什麼 ？Mola 我後來上網查的意思，它是那個你們知道翻車魚嗎？翻車魚，慢波魚。慢波魚，很可愛的那個魚，它就是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意思。對 ，Mola。然後在它色彩上面的話，其實用得非常的豐富。然後它的針織的方式也是非常特殊的，就是說它有些地方是鏤空的，對，然後有些地方它是凸出來的，然後再來是它用刺繡，然後它是用疊圖的方式把它疊起來。那這個 Mola 他們在巴拿馬是有什麼作用的？其實它會用在一些比較日常生活裡面，門簾，它就用 Mola 把它織起來。這個 Mola 上面的這個圖像有特別的種類或含義嗎？因為這看起來好像有一點天主基督教的。對，它其實會融合一些他們的地方信仰，跟對於一些生物，或是一些植物，或是一些動物，他們都會把這些圖樣給放置進去。所以其實每一張的 Mola，大部分他們都是走一個比較對稱的圖像，然後。再是色彩的話，也會用得非常的鮮豔，就非常的南美洲的風味。非常南美洲，我剛剛你一攤開，我馬上想到墨西哥。是。其實大家來我們這個空間的話，我會特別跟大家介紹，比如說，因為我自己居住在這個空間裡面，所以前面這個空間其實是我家的客廳，那後面這邊的話，其實慢慢走進去是我家的廚房。雖然看起來是一間店。我唔會出到講哦，按雜亂啊，本人看到木竹無鬆鬆呀嘛嘅，電到我出到講哇，唔係共用嘅東西，但係一種做得彼此溝通，尋到一種和諧的美感。對，然後大家就是可以來這邊喝喝茶，然後吃吃我媽做的點心。對，然後。像我媽自己有做了一些像酸梅湯啊、蔓越莓汁啊，然後另外還有像我三叔公種的紅茶。今年老乾媽喺嗰邊搭最久嘅時間啦，就有講到講佢頭擺就停電線上，調到那邊去，佢就停到那邊去，啊調轉來佢就停轉來，啊調到越南佢就停到越南去。我出到家嘅新嘅啦，就佢講有隻吧台啊，就將佢自家屋卡咁樣，啊來嘅迎客就將自家嘅朋友咁樣，
加个色彩哦，个点的地图嘅色彩啊，也系讲光妈啊，老阿光本来车头讲加到内在嘅到世界，系非常奔放的。啲人的内在佢系一种性格，但系对老佢表出来，表到廿个神法地图嘅世界，佢就投射出来变成一种奔放的生活风格。两种神法风格呢，佢就打开门，有抢东东营业来。来看，了解我嘅世界，了解我嘅美好。好噻。阿光最近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该神奇嘅事情吗？最近的话，其实自己策划了一个展览，然后这个展览的名称叫淡季。这么多淡季。应该这么说，因为其实花莲算是一个观光景点，那淡旺季的感受，其实对店家来讲特别的有感。所以这次特别找了12位的艺术家，然后将他们作品，然后放置在这个沟仔尾老街区里面。花莲这个环境其实自然环境很棒，可是相对的艺术资源其实非常的匮乏。是一个小小的愿望是说可以注入一些活水进来。阿光，你刚刚讲那个生意组嘅艺术创作，就是在街区可以看到的，在东胸看。没问题。晚一点带你去看，等下班。好，几点？12点。好，不见不散。谢谢。可以进来逛逛啊。两间店面也看到同多嘅用叶贝做的东西啊，用藤做的扁的东西。你在做什么？哦，我在编那个月桃的灯罩。月桃，所以这些材料，这个是月桃。对，它是月桃的叶鞘处理成的材料，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想要编这样子的灯罩。月桃的叶鞘是不是叶子？不是，它其实是像那个茎下面那个茎的部分。有没有看？其实它这一整株就是这一整个都是叫叶纸，然后只是说，我剥下来给你看。哦，你在剥，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因为它其实新鲜的时候味道很重。对。它这一整片都叫叶子。然后这个是叶片，这个是叶鞘，两个合在一起才叫叶子。所以很多人都误会说编织是用叶片来编，其实不是，它是用下面这个叶鞘的部分。你注意看它有没有一个半圆形，因为它就是这样子一片一片的包住里面的芯，像刀鞘一样可以保护里面的芯，所以它就是叫叶鞘的部分。那我们一般就是剥下来以后，因为如果没有理它，它会这样子一直卷曲，一直卷曲。对，所以我们为了预防它卷起来，我们会趁它这个还太新鲜还不行，要等它有点半干的时候，就是把它卷成一个圆形，对，然后再去晒太阳，晒到全干。全干以后，我们才会整理成像刚刚这样子，就是比较直条形的，然后再做编织。然后刚好我今天就是在做这个比较基础的压一挑一的那个纹路。压一挑一，你有没有注意看？这是一个编织的技法，就是不管是竹编、月桃编、蔺草编，他们最基本的就是这个技法。它就你看，它压一条，然后挑一条，所以它就叫压一挑一，有没有？我把这个挑起来，所以它是挑一压一，然后这边一样就跟它相反的话就是压一挑一这样。它是算属于编织里面最基本的技巧。那我现在因为刚好有一个纹路，所以你会看比较不清楚。那其实我把它密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平常的编织就是这样子编出来的。像那个藤椅的一面。对，就是这样子的逻辑去编啊。只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灯罩，所以让它有一些镂空，灯光才会透出来。原来黄藤白藤嘅大殼，白藤按到呢嘅殼，佢係有地度嘅
甜心，做咧做按度嘅无穷样嘅变化，九样嘅叶鞘也做咧变成包包也好啦，种水果嘅蓝莓也好啦，变成灯罩也好，就讲我哋放弃欣赏成功看到，呢度东西含啲眼嚟嘅神法地图，含一切啲眼嚟嘅神法地图，嘅一种老刺眼环境同群嘅一种距离，树感嘅稳土。还有米莎，这个是我们这次这个淡季的共同的策划人，他叫阿顺。然后这次因为他也是高阿贝这边的店家，然后我们就这次淡季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发想这次淡季的主题。那第一个我们带你们进来看的是，我们这次的诗人创作跟影像创作者，然后我们选在一些巷弄里面做这些的安排。也是希望大家去经过一些小巷弄里面的话，可以发现好像一个惊喜的感觉。然后因为这边的居民大部分都是一些老人家，那我们自己平常也在观察这些老人，他们看到我们开的店家，然后我们就等于是互相观看的一个对象。讲到侵入性嘅三杂事，係入邊上司我哋上愛啲一隻，好比說做社區營造好了，我做街頭藝術呢種東西，係冇真實他們去感受嗰片嘅風用板吹，嗰片嘅衣係用板落，嗰片影用板行路，你放進去的東西，有可能會變成一種外來的東西。就等像热闹的观光区，上次会有观光嘅迎客过来，他们来了就走了，来了就走了。但係佢唔係停定入邊嘅東西共生。但係我出到我常埔看到嘅國際為藝術季，他們用一些詩把它輸出，變到別空。他們輸出了一些影像，變到別空，然後他們做了一些音樂，你就做在掃 QR code 做在糖豆。這個東西當我含進去嘅空嘅地圖嘅世界啦。它不起眼，但係佢就會 catch 到你一點點的注意力，你會停下來。看到邊邊有人寫詩呢？順風還有人曬衫，咩位啲圍牆當過行過去。它不是那一種非常強烈想要凸顯自己。我出頭講夾到變到嗰片嘅詩也好，畫面也好，影像也好，音樂也好。亚的东西都想要对话。这个作品其实是我刚回来花莲的时候，做的一个作品。那时候会用一些比较鲜艳的色彩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看了一部电影，电影名称叫《玫瑰玫瑰我爱你》。然后其实就在讲高阿贝这边以前的红灯区的故事。然后这边的环境其实蛮有趣的，有趣的是说，它过去是一个红灯区，然后慢慢的转型转变，然后到现在这边这个附近竟然变成文青聚集地。这个环境其实对我来讲，它还是具有一个非常野性跟生猛的一个故事。然后所以一开始我就想用一个葫芦，然后打开这个瓶盖，就是代表我第一个在这边做创作的一件事情。然后把这些葫芦里面跑出来这些图样出来。我突然感受到你们在这片林沙看那种的地方啊，像围墙啊，或者一些墙面放上这些东西，好像是让这些东西就是隐隐约约的冒出来。对，这也是我们这次淡季想要去跟环境对话的一种方式。我们不是用一个非常像强烈的色彩的东西，它像这些诗句，或是音乐，或是像影像这些创作，其实都是比较属于轻调型的东西。这也是第一届这样做这件事情，是可以用个比较舒服的方式跟这些居民有一些对话。今天如果是艺术作品放置在街头或街区里面，本来就大众都是观众，
大家其实都是可以对这个作品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些作品。如果这些作品展示在艺廊里面，并不能那么立即的跟民众产生互动。我觉得今天很幸运的，有星星哎。对啊，而且是满月。哎，阿光，今日真是同神梦仪突然一款很精彩的展览摊位，我真的印象很深刻。我有想到我一条张夏好无去求的歌曲，想要让人分享。有一双月光，看到朝行的渡航，名义是南方。抗入茶路的渡航，念两条的歌，撞入同关的渡航，作作花啦我，并伫阳光的渡航，无人点火，航向给我看。其实这真是一张有时间经过的歌场，来张天天的，因为开始的时间去到个石雕公园嘛，就讲看到东道的石雕地个片，但是我出到这种是我的木柱看到的看到的行是表面的东西，我还嘛行入去，我还唔伫隔壁有一条小路会走的行入去，等去到个大理石工厂，看到石头给作为一种俾人带来一种稳固的感觉。俩黑石头之前本来嘅固有印象就会给东岸，给做的保护你，但是给冷的，但是第几片来感受到原来俩种这么冷的建材，佢也系有温度嘅。旁边看到邱老师家嘅创作，原来啲石头地度。有空间作品的灵魂，切一刀，再过一刀，再弄一刀，再给它一个曲线，天天的，空地石头地度嘅种灵魂，佢就会本呈出来。也做得讲，佢可能也是创作者佢自家嘅一种投射，但呢，不管是哪一种，透过创作嘅一只歌唱，然后石头地度空间嘅东西演出来，攞出来。透过两种方式，做得去传递一种感受，感受也是一种有温度的东西，但是石头伊是冷的。两种对比，本来出到讲头摆老到石头就会按你天，但是你看到石头唔但将会按你天，唔是讲看到石头打开来嘅时间。一粒石头做得切到按到无同样嘅风景，我真是唔是想到讲，原来啲石头地都有风景，原来啲石头地都有时间。佢后天天的，经年累月，像泰里石创也好啊，像邱老师做石雕20年的啊，像谢大哥梁公婆，搞到也系摸石头玩，搞石头搞了2-30年的，天天的行入去，按人。看起来按好行群的东西，地度有这么丰富多彩一张世界一个片。头排我对花莲的印象就会讲一片太山太海，人的性格啦会较辽阔、较太低，但是两摆行入来。花莲实际去韩国按到嘅传统歌行啦，就喺韩国按到嘅西方嘅，也拄到动神奇嘅点嘅，像豆洞啊，像九龍戲月頭戲。原來啲花蓮安尼太山太水太白白嘅地方，地度也有按細膩嘅種。我出到講嘅講法一出講到文土咧用隻詞，係因為第一隻花蓮出產泰里山，但是色彩就本有一種硬壳殼的感覺。泰山泰海躺起來也出到講，哇，它就是很壯大。但是這種壯大地度
有动细腻嘅东西，永远嘅感情伫里背。我说两件小点的就拄到嘅朋友啊，也带俾我一种安用难讲粗犷里面的细腻，这种感觉。